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何媽講經，我係何媽。時間嚟到第15集啦，之前嘅14集呢，同大家完成咗教養的秘密、互動同行為的秘密喎。如果大家有聽晒嘅話呢，已經係睇咗呢本書嘅一半噶啦。希望都帶到一啲正確正面嘅資訊俾咁多位。今集開始會同大家開展新嘅課題，健康的秘密。何媽認為呢個對大人小朋友嚟講都係最緊要嘅事。健康真係無價噶嘛，如果從小就打好咗身體嘅根基，病痛少啲，做咩都事半功倍啦。根據統計，大約有25到35% 嘅幼兒同學齡前小朋友，父母都反映有偏食嘅問題啊。但係唔知大家有冇諗過，原來我哋先係導致佢哋偏食嘅元兇喎。因為好多嘅小朋友偏食原來唔係天生㗎。作者喺呢一課提出咗8件父母經常唔小心做錯嘅事，都帶出翻有關嘅正確觀念。想知道自己有冇中獎嘅，馬上去同何媽一齊學下嘢。第一個獎項頒發俾有傳統觀念嘅咁多位啊，會認為小朋友肥嘟嘟、肥肥白白先可愛健康噶嘛。如果同齡小朋友比較，覺得自己嗰個身高體重都唔夠人哋嚟嘅話呢，就會成日想塞小朋友食多啲啊。作者想提醒翻大家，每個小朋友都有自己嘅生長曲線，只要係喺生長曲線嘅3%至到97%裏面浮動，其實都係正常水平嚟嘅。身體能量消耗同需求係有一定嘅平衡嘅，所以我哋要接受體型比較嬌小嘅小朋友食量係細啲，都要接受佢哋總會有食慾差冇胃口嘅時候。第二個獎就係頒俾成日擔心小朋友營養攝取唔均衡啦，要監督佢哋食嘢嘅父母們。首先呢，父母們要了解，自2歲開始，小朋友都希望有自主權，要獨立，會想自己食飯，自己揀嘢食。但係當父母俾太大壓力，又或者過度去干涉嘅時候，就好容易造成佢哋放棄去獨立進食啦。要人哋餵啊，你咁中意餵，咁你餵啦。嚴重嘅話呢，就會討厭咗食飯添。作者就建議各位可以嘗試尊重一下小朋友嘅選擇，只要係適時嘅鼓勵佢哋食嘢就可以啦，哪怕只有一點點都係成功嘅開始。第3個獎項啦，係咪好緊張呢？唔好因為小朋友1、2次唔食嗰樣嘢就認定佢哋係唔食至得噶。呢樣何媽呢真係成日都會遇到，普遍好多媽媽都會不其然咁做咗小朋友嘅代言人啊。可能之前佢小朋友試過3、2次唔食嘅經驗啦，佢就會衝口而出話：細佬唔食菜噶啦，甚至更加會擅自推敲，可能有陣味佢唔中意食啦。原來咁嘅行為係好大鑊噶。呢個年紀嘅小朋友唔單止記憶力好啊，模仿能力仲極強。當佢下次再見到嗰碟菜嘅時候，就會諗起我哋話有陣味，所以我唔中意食。我哋呢啲無心嘅行為又或者說話，反而會強化咗佢哋嘅偏食行為。作者就建議我哋可以嘗試用食物包圍法，先俾一啲佢哋中意食嘅嘢佢哋食，然後將一啲佢哋唔中意嘅食物夾雜喺中間，減低後者食物對佢哋嘅直接衝擊，引導佢哋慢慢去接受，令佢哋感受下，原來都唔係咁難接受嘅啫。第4個情況就係好多媽媽覺得小朋友食得唔多呢，就去加奶。大家必須要知道，攝取過多嘅飲品，包括奶啦、果汁啦，又或者甜食，係會影響小朋友對其他食物嘅慾望噶。特別係高熱量、營養密度高嘅食物，嚴重嘅仲會影響佢哋嘅健康。所以喺正餐同正餐之間，千祈唔好放任俾佢哋亂食。通常小朋友1日3餐都會有大小餐嘅跡象，咁係好正常。就生理上嚟講，佢哋1日嘅總攝取量其實都係會差唔多，所以唔好因為佢哋1餐半餐食得少呢，中間就瘋狂咁樣餵食至得噶，咁樣只會影響佢下一餐嘅進食。第5個情況啦。好多時會聽到小朋友淨係跟住某啲人食飯呢，就可以食得好好㗎，返學前班食飯食得好好㗎，跟住保姆姨姨好好㗎，但只要係跟住我哋呢，就變咗第2個咁。有研究就證實，家庭功能環境同小朋友嘅進食習慣係有關係嘅，即係話如果小朋友唔中意食，係同親子關係有關。如果跟住你哋唔中意食飯，可能係吸引緊你哋嘅注意。而家嘅社會好多都係雙職父母，可能一日只有1餐可以陪小朋友食飯。作者就建議
呢個咁珍貴嘅食飯時間應該係更加輕鬆愉快。試下控制一下，唔好有太多嘅限制，例如嗰啲食快啲啦，食多啲菜啦，全部都要食晒啊，等等等等，唔好令到餐飯變成一種壓力，反而呢，要多啲稱讚佢哋逐少逐少嘅改善。第6個獎啊，就係獎俾嗰啲呢，為咗小朋友食多幾啖飯無所不用其極嘅家長們啊。知道好多爸爸媽媽務求想小朋友食多2啖呢，都好頭痛，絞盡腦汁，用盡晒各種方法啊，威脅啊、激將啊、打鬧啊、又矮又細啊、賄賂啊、強迫啊等等等等。其實根據研究，呢啲方法反而會令小朋友更加唔中意食飯，仲會心生恐懼啊。利用呢啲咁嘅逼迫方式令我食嘢，我都驚啦。所以我哋不妨試下將恐嚇嘅說話換成正面鼓勵嘅，例如媽媽保證呢度係最後2啖啦，而且你都已經有進步喎。當然啦，我哋都要講得出做得到，咁樣下次先至可以同小朋友有談判嘅空間噶嘛。打到嚟第7巴啊，就係呢覺得小朋友唔中意食嘢，所以先將佢塞飽，自己先食飯。但係小朋友天生就中意模仿，屋企人同朋輩就更加係佢哋發展飲食習慣同食物偏好嘅最佳模仿對象。所以越早俾佢哋建立同屋企人同台食飯嘅習慣，佢哋就更加有動機去食飯，而且仲可以調整到比較規律，都唔會咁偏食。大概1歲左右呢，就可以開始噶啦。終極大獎啊，送俾嗰啲呢要用電視機、手機送飯嘅朋友們。唔知大家知唔知道，用餐氣氛先係影響小朋友食飯行為嘅最重要因素。有耐心地引導佢哋，先可以得到正向嘅效果。知道好多家長呢都中意用分心呢一招噶啦，因為可以令佢哋食多幾啖啦，又或者將佢哋挑食嘅東西全部塞入去佢哋個口裏面。但係其實咁樣做，當佢哋主動食嘢嘅時候，佢哋都係唔會揀嗰啲嘢食噶，仲習慣咗俾人餵啊，令到佢應該有食飯行為都建立唔到。所以咁多位戒到嘅話，就盡量幫佢哋戒咗佢啦。而未開始踏入呢個階段嘅家長們，希望大家謹記，千祈唔好用呢一招啊。8個獎項，8巴獎裏面，大家又食咗幾多巴呢？唔使同人哋講噶，自己知道就得噶啦。希望食咗幾巴嘅爸爸媽媽們唔好嬲何媽，唔好懷恨在心。何媽只係希望大家可以一齊去改善，唔係想大家尷尬又或者難受。有心唔怕遲，即刻馬上立刻行動就得噶啦。遲到好過冇到啊嘛。下一集同大家繼續講健康的秘密，下星期一同樣時間繼續同大家何媽講經，拜拜。